哪讲哪学，相应无相用。你看好来，嘿，哈，这招你就要学好势来吼。若无就唔是我黄飞鸿的徒弟了咯。知无？知。再来一摆。嘿。哎呦，黄飞鸿啊，你人安尼早就起来练武功啊？嘿嘿嘿，这个就是我人的习惯来，早困早起，起来练武功，身体健康，人阁袂老吗？那安尼讲就无啱咯。像我人这起米时才出来活动的人，身材嘛是阿水，面嘛是阿光。黄飞鸿，拄则我远看看袂出，我近一看，哎呀，老人！哈？我老人？乌玫瑰，你真够讲笑哈！我逐工练武功，我身体好，人阁真缘投。这个人本安尼讲我的嘛？你讲我老人，我看你目睭有问题。真的，你真的是老人。我讲我唔是老人，你无相信？我来证明讲我唔是老人。抓滚！老人，老滚！叔啊，你会喘了嘛哈？无喘。无喘。阿叔啊！老人，个老人。老人啊，念你做地本看到你老人啊！哎呀，恁两个今日是做虾米？是无对皮，是食草药？规工直直讲我老人。嗨，笑！哦。哎呦！听无？听。你家己看。哈，原来我真的是老人哦。是啦，我就是讲你面生